吃饭就好好吃饭吧，干嘛不把口罩摘了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你脸肿。哎，看啊，干嘛不能看？因为丑啊。丑吗？我怎么觉得跟原来一样？你是说我原来就丑呗？我是说和原来一样好看，就像上次让一让被蜜蜂蛰了一样，我也觉得它跟以前没多大区别。好啊，你说我像狗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我眼里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走肉。文少卿，你是不是睡着了？文少卿，要不去床上睡吧？你是说我们一起去床上睡吗？流氓！不行了，疼！咱们再忍一下啊。再忍一下啊。不行了，疼！我还是去给你买点止疼药吧。你说，咱们是敲门啊，还是先走？要不等等吧，不就是10几分钟的事吗？想不到你是这种速度的忠贞。我没，我就是医学常识判断的。不知道我表姐和王老大一开心，是不是就把我的事给忘了？彻底忘掉更好。放心。老大，你好，快！你们不敲门蹲着干嘛？钟真，你什么时候当狗仔了？不是，我的不姐夫，我是来看我表姐的，顺便送点药，一定要告诉我表姐，是我送来的，我心里记挂着她。我先走了，老大再见。